短期之內咧，我就好希望文化中心嘅落成，對於周圍嘅鄰居譬如淘大啦，譬如牛頭角新嘅屋邨啦，其實係有一種文化嘅感染，令到呢啲居民日常穿插嘅時候咧係接觸到文化，亦都期望呢個建築物落成咗之後，因為佢同唔同城區嘅連接起嚟咧，係令到個城市更加容易走步嘅 walkability， 係令到成個區嗰種聯通性係提升咗。希望有朝一日，啲人喺佐敦谷公園跟住落去佐敦谷遊樂場，經過文化中心，駁到九龍灣地鐵站，再出去九龍灣商貿區 MegaBox 零碳天地，然之後再繼續駁出去觀塘海濱公園，咁就會形成一個立體嘅綠色網絡。咁呢個就會係香港一個最大嘅都市特色。東九其實雖然坐落呢一個牛頭角啦，咁但係其實我哋喺而家你睇到呢個東九龍嗰個發展咧，其實就係好快。其實咁我哋今年年頭就開咗呢個啟德啦，係咪？咁而家年底就開呢一個我哋東九文化中心啦。其實就係好體現到一個文體旅一個結合嚟嘅，其實係。咁我哋頭先講，我哋想話配合長演啊，或者藝術科技咁樣，其實我哋都係覺得睇緊一個大嘅潮流嘅趨勢，其實。咁因為科技都係一個大嘅趨勢，咁所以其實我哋都希望話東九嘅落成咧，喺呢一個區裏邊咧，其實喺文化方面係一個新嘅氣象，我哋可以牽頭，可以帶動到一啲新嘅一啲發展，係令到呢一個區域咧更加有一個活力同埋生氣。海邊嗰邊就有個體育欄，係咪？我哋呢邊就有呢一個文化中心。咁點解我哋揀11月15號去開幕咧？就係亦都係因為係全運會嘅期間。咁我哋其實都希望大家嚟到嗰陣時候可以又參與體育活動，又參與我哋文化活動，體驗下呢一區個新嘅景象。東九嘅獨特性咧，就係我哋其實係首個表演場地，佢係用一個藝術科技為一個主打嘅一個場地嚇。咁我諗佢就同而家我哋其他康文署場地有啲唔一樣嘅地方，除咗頭先講呢樣嘢之外咧，就係我哋都係首個係鼓勵一個長演嘅一個活動。咁我哋個設備咧，亦都係而家現時康文署裏邊咧係最齊全、最先進嘅，因為我哋5個設施裏邊都同樣有咁樣嘅設備嘅數量同埋配合咧，其實就真係亦都係首個。咁所以藝術家嚟到嘅時候咧，其實佢哋已經可以用到呢啲咁嘅技術。咁所以我諗我哋嘅獨特性都係主要係呢幾樣啦。咁當然頭先講設計啦，係嘛？我哋設計個空間感啦，嚇，亦都係好多人嚟到就覺得，咦，我哋有呢個空間感都唔係其他場地會俾到佢哋嘅感受嚟嘅喎。咁所以我覺得都係我哋喺建築啊，或者喺我哋嗰個活動上邊啊，定位上邊咧，都係特別唔同其他場地嘅一個分別咯。咁所以我哋未來咧，其實都希望咧，東九係可以朝住啲方向咧，一路再去發展，然之後可以望向國際。咁所以呢一個都係一個里程碑咯。我覺得喺香港嗰個文化發展上邊，亦都希望係咁樣可以催化到好多生氣啊，一啲合作啊，唔係淨係本地啦，亦都係國際嘅交流啊，咁樣都係由我哋呢度一個起點咯。我哋希望係咁。以上所講嘅咧，都係我哋東九文化中心嘅一個獨特之處。